强文的里面开茶，爱送您无量茶。无量茶哦。老师问我想喝什么茶，送是马给茶，或者送您马给茶，爱送您无量茶。入门先喝茶，陶艺家徐兆玉老师的用意很简单，心静才能开始。昔日的飙风少年，如今隐身陶艺静谧中。做陶其实改变我很大，它让我的性格慢下来，让我可以看到不同层面的东西。非得用心不可。先天性的视力障碍，左眼0.1的视力，徐兆玉与陶土的相遇注定不寻常。制陶基本上是用心，是用手用触感的。基本上喝茶也是用心，就是用心的感受，而不是用我们看得到的颜色。那不同的茶有不同的壶，那我觉得，例如这个是提梁壶，这比较现代型的，就是加了海上的漂流木，它一样可以泡茶。那原则上是，如果来很多客人的时候，他可以用这个来泡。像这个，它是 T 字形的，T 字形的茶壶嘞，其实这个 T 字形古代没有，我这个灵感是来自于上时钟的老发条。创作师法自然，不需粉饰，老旧提包里小心翼翼收藏的都是令人惊叹的成果。这个包包里面是我很重要、很喜欢的杯子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一个柴窑里面，可能你烧了一窑很辛苦，可能只有几件是我非常喜欢的。所以这就是老师所讲的原色。对，原色。徐老师的压箱宝，乍看之下这么的光彩炫目，没有上任何釉料，是很让人惊艳的。或许这一杯一壶一境界，就是他所要传递的，灰烬了，装扮着外在的容颜，原色内心深处的感动，透过关照，看到清净的自在本性。送您马给茶，爱送您无量茶。送您马给茶，爱送您无量茶。